月銷16輛，神車飛度退市。唉，時代真係變啦。雖然咧我唔係車迷，都唔改車玩車客，但係拆到飛度而家話清庫存唔再投產嘅新聞嘅時候咧，將呢個新聞截圖發俾幾個身邊玩車嘅朋友啦。果然啊，佢哋都會唉聲嘆氣。嗱，其實我對車嘅研究就唔深，但係都知道飛度當年有幾火爆。10幾20年前 BBA 燃油車霸榜高端市場，普通年輕人想買部性價比高，仲有啲個性嘅車咧，飛度就係首選啦。嗱，21年第3代飛度上市嘅時候啊，7.300萬嘅起售價，搭載1.5升地球夢發動機，131匹馬力嘅，就比同價位小車強太多啦，所以被車門就稱為平民超跑。嗱，嗰幾年路上嘅飛度啊，一半都係貼住拉花，有人改搞牙，有人換排氣，週末仲組團去賽道。連唔識車嘅我都知道，買飛度唔改，不如推落海。嗱，飛度當年話改變咗小型車嘅格局咧，一啲都唔誇張㗎。但係呢幾年汽車市場嘅變化實在太大啦，消費者揀車嘅標準咧早就發生咗質變喎。作為普通嘅上班族咧，我哋買車最緊要咧就係慳錢，電車充電就比加油咧至少平一半，保養又簡單，更加就符合年輕人嘅需求啦。而家嘅人買車仲要有新鮮感喎。嗱，你有智能座艙啦、自動泊車嘅呢啲配置，飛度啊根本係冇㗎嘛。今年9月啦，飛度淨係賣咗16輛，大眾 Polo 啊、日產騏達咧呢啲銷量都唔高，反而我哋睇比亞迪海豚啊、吉利星越啊，9月嘅銷量都破萬，呢個差距啊一目了然啦。嗱，唔係飛度唔夠好啊，係燃油小車嘅時代要落幕啦。以前咧就油車當道，飛度就靠性價比同可玩性殺出一條路。而家咧就係電車同油車平分天下，電車嘅智能化同經濟性就滿足晒普通消費者嘅需求，亦都令車迷們嘅燃油信仰咧就越嚟越難維持啦。從飛度退市呢件事入邊咧，我哋可以睇清楚個趨勢，未來電車稱霸，油車逐漸退出咧，已經係大概率嘅事件啦。